唔驚㗎，你同佢玩啦，唔使驚㗎。阿 Q 咧，Q 去咗邊啊？匿埋咗啦。嚇？Q 你你幫我追佢啊嘛喂， ！B B 唔好嘈，得賢輝，冇人同你玩係咪啊？係我教佢。唔好嘈。喂，有佢有佢有佢，停啦！咁殘雞啊！唔係有佢等佢發泄出嚟，嗰啲仔仲頑皮過佢。攞咁殘雞啊！嗱個樣唔懵啦，嗱平時嗰個樣好懵，點解嘅？friend 啊嘛，聞下你都聞翻佢啦。停啦！No。阿 Carol，你做乜匿埋？趁熱鬧啊喂！個隊啊，唔會出嚟，走唔到啊大佬。笨人出口啊嘛，即係呢個。哎呀撞啦係咪啊？玩玩具啊，嬲佢啊！伊朗一日內擊落兩架美軍戰機，係戰事以嚟首次有美軍戰機被擊落。醫管局超過56000個病人嘅個人資料外泄。李家超宣布將會擴展在校課後託管服務計劃。各位歡迎收睇午間新聞。伊朗喺一日內擊落兩架美軍戰機，係伊朗戰事爆發近5個星期以嚟首次有美軍戰機被伊朗擊落。美方證實，其中一架戰機一人獲救，另外一人失蹤。美國總統特朗普話，戰機被擊落冇影響美伊談判。伊朗國營傳媒發放照片，聲稱係伊朗星期5擊落嘅美軍 F-15E 戰鬥機殘骸，係衝突中第一次有美軍戰機被擊落。美方證實嗰架戰機被伊朗擊落墜毀，其後出動至少2架鋪路鷹救援直升機同1架空中加油機等進入伊朗境內搜救，救出1名彈射逃生嘅機師。機上另外1名飛行員失蹤，但救援過程亦遇險。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引述美國官員消息報導，其中1架救援直升機載住獲救機師返航途中，遭伊朗小型炮火射擊，多名機組人員受輕傷。直升機最後返回基地，安全着陸。伊朗軍方話，伊朗防空部隊差唔多同一時間造成多人死傷。嗰座大橋連接伊朗首都德黑蘭同第4大城市卡拉季，獲稱中東最高橋梁，仲未通車。雖然美國同伊朗近日傳出談判停火，但未有進展。《華爾街日報》引述調解方及官員消息透露，伊朗表明未來幾日唔願意喺巴基斯坦同美國官員會面，並明確指出美方關於停火嘅要求不可接受。夫有命，我不得不回去一趟。幸好，这武安侯还活着，有他在。一切尚未可定，就是齐明和隋元清设下的连环计都被武安侯以少胜多破解。我相信，这次他也一定会赢。